前一阵啊，国内咧欠卵、进口卵的争议不断，未少人甲问题指向畜产会执行不力。透早，立法院经济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来专案报告，审计部就指出，畜产会有真侪项计划咧做，成果拢诚歹。农业部嘛承认，未来若要进口鸡卵，就免一定落爱政府来做，会当透过降关税来互民间进口。 专案进口鸡卵引发真侪争议，农业部长陈吉仲、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拢总落台，外界质疑进口卵的两年长期，日期甲产地写毋对是畜产会的责任。农业部长期补助畜产会推动业务，到底效果如何？审计部指出，两个冷链设备，包括冷藏库、冷藏车，拢无达到计划目标。补助传统的猪肉担甲运输车添温控设备，也拢做袂好势。 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预估要做的也没有办法去达标。有关这届专案进口鸡卵的执行效果，审计部表示要替农业部说明。进前政府为着稳定物价进口鸡卵，结果煞引来批评。对此，农业部也讲，为了评估要调降关税，以后无一定要甲即马同款，由政府来进口鸡卵。 不一定会再跟现在一样由政府单位，不一定全部都由政府来做了哈，也许可以透过关税的调降，由让民间来做。关税调整的部分由贸易商进口，因为贸易商就依照它季节性的需要的时候，特殊专案的方式，但是让民间去做处理。对，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做哈。农业部指出，这届除了政府专案进口鸡卵，其实民间也有家己进口，数量6000万粒左右。强调进口鸡卵伫国内产能恢复的时就袂供应，主要也是要保护国内的卵鸡产业。若是进口卵过期，就必须要报销，这嘛是不得已的手段。不过会伫过期之前，尽量加工作育体卵，互保存的期限会当延长1到2年。记者台北报道。